这是听到台北市上新的回应。继续关心台北市的士林区海沙厝双碧大楼，因为捌发生天崩落落的问题，有9成以上的住户拢有意愿参与导经，所以这嘛是台北市办理导经2点控的头一例。副市长李树川就表示，台北市无法度伫每一个所在拢是一平换一平，也阁爱赶紧甲危险的旧建筑更新，安尼大起来才会较安全。天崩的壁棚愈来愈宽，还阁有真侪铁机啊看现现，修补的痕迹真明显。台北市士林双碧大楼2021年去市政府公告列管组应该拆除高列离子建物，也就是俗称海沙厝，市民烦恼大的安全，也促成这个案是公办导经2.0头一个先案的社区。天花板崩塌啊，然后那个女儿墙倒塌，那有些住户只要遇到地震，就是往1楼跑。这几年一直都有点住得不太安心。我以住户代表来看的话，我没有遇到说反对的意见。士林双碧的导经案拢总将近100户，拢总130人，9成以上的住户拢有进行公办导经的意愿。不过其实整合初期意愿无悬，是一直甲部分居民厝内的客厅露台天棚的红毛图，都伫眼前落来，才提高导经共识。头一届招商的时阵，阁因为营建成本悬流标，经过一直沟通，甲住户开会调整招商的内容，阁互出钱的人阁较侪开发调整款。第2届才成功招商。其实坪数换下来没有到1坪换1坪，我们大概我算一算，大概只有1坪换0.5多而已。解决我们住户的一些居住上的安全来讲，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解决途径啦。不可能在台北市每个地方都可以1坪换1坪，茶杯用了40年，现在换个新的，补个2块钱。应该也合理吧。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讲，台北市无法度每一个所在拢一平换一平。台北市目前厝的内政强度也是无够，敢若靠导经赶紧甲危险老旧的建筑换新。不过导经嘛面临欠工欠料的条件。切工切料虽然会造成工期的 delay 呢，但是不是完全无解。尤其在今年呢，政府劳动部开放外劳之后呢，更让我们在移工方面有所补充。建商表示，原为了起营建成本悬，大环境要生存，甚至要甲导经做好，除了旧厝的改建，提升规个区域的价值，这嘛是解决的方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